主后2024年8月16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。圣殿体现上帝的丰盛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历代志录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5章第1节。所罗门搁造一座铜坛，长9公尺，宽9公尺，悬4公尺半。搁筑一个圆形的铜海，深2公尺20公分，直径4公尺40公分，周围13公尺20公分。铜海的盾下面有2排牛为底，每45公分10只，是筑铜海的时双时筑的。铜海安伫12只铜牛的顶面，3只往北，3只往西，3只往南，3只往东，牛尾往内面。铜海的高度7公分半，伊的盾亲像杯的盾，形亲像百合花，会当綴6万公升。搁造10个盆，5个下伫南边，5个伫北边，内面通洗献烧化祭的物。铜海简单互祭司洗断。搁照规定的款式做10个金灯台，下伫殿内，5个伫正边，5个伫倒边。搁做10块桌下伫殿内，5块伫正边，5块伫倒边。搁做100块金碗。搁做祭司亭，嘛做大亭以及大亭的门，门线用铜包底。铜海下伫圣殿的东南边。护栏搁做盆、tú仔甲碗，安尼护栏为着所罗门王完成上帝圣殿一切的工。伊所做的有2支条顶碗形的条斗，嵌碗形条斗的网仔，400粒石榴分做2边，一边2排，安伫2领嵌碗形条斗的网仔，分做甲座顶的盆。一座铜海下面12只牛。盆、tú仔甲肉炊，以上遮个器具拢是师傅互咱为着所罗门王去上主圣殿用光亮的铜做。遮个器具是王伫约旦平原用苏格甲撒拉但中间的黏土做模铸造的。所罗门造的器具非常多，铜的重量无法度计算。所罗门搁造上帝殿内所有的器具，金坛、摆献祭的饼的桌，菜伫至圣所头前，照规个点桌的纯金灯台甲灯。纯金做的灯台的花、灯甲叶仔，纯金做的灯芯的剪刀、盘、放香的撇仔，甲放火炭的盆，搁有圣殿的门，就是至圣所的门甲正殿的门，拢用金包底。安尼，所罗门王完成上主圣殿一切的工。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的金银甲器具，拢带入去下伫上帝圣殿的府库。圣殿体现上帝的丰盛。
今仔日个经文所描述的圣殿器具，真正是互人看了目睭花，品项侪，寸笑复杂，数量的清点，拢互人吐目睭，佮喙齿拍结。这个器具拢是照王的命令来制作。圣殿完成，代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毋仅圣殿是新的，内部的摆设也是全新的。呈现伫人的目睭前是一幅丰盛的画面。历代志下卷第4章18节指出，所罗门做的器具非常侪，铜的重量无法度计算。这互人有一种讲述不尽的感觉。这种描述方式确实引带咱思想进入圣殿，就亲像进入丰盛的生命。丰盛的意思是丰富佮繁盛，指超过平常的数目，非常充足。丰盛是人所喜爱，伊涵盖真侪层面，通是物质的丰盛，也通指拥有知识和能力。总是真正的丰盛，应该是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。丰盛是上帝的本质，是基督的应允，搁较是上帝的祝福。身为基督徒的咱，内心到底是丰盛，还是亏欠咧？对早起醒起来，目睭睁开到现在，咱是咧想要安怎是好？囡仔上课得要袂赴，要安怎就好？工作报告爱交啊，时间无够要安怎是好？钱无够要安怎啦？囡仔毋缀我做伙去教会，要安怎是好？等等。也是咱通真确信宣告，我靠着迄加添互我气力的，凡事我拢会。我靠着听咱的主，伫这一切的事已经得胜有剩。上帝为听伊的人所准备的，是目睭袂捌看见，耳孔袂捌听见，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。伫这个世界，咱发现有一寡人的物质生活真丰富，毋过因离开上帝的心意，却也真远。有一寡人的性命看起来真残破，总是你对因的讲话、态度和想法，却通看见上帝国。生命的丰盛在伫认捌上帝，在伫明白上帝欢喜我，伊会带我到宽阔的所在，伊会互我袂跌到欠缺。生命的丰盛在伫心内的满足甲宽阔。记忆中，我若像拢活点拄好有够用的边缘，也常常感觉物件有就好，会当活落来就袂歹啊。安尼的生命经验其实限制我的眼光和格局。年纪哪来哪大，感觉受困住咧，活袂出生命的精彩。后来，我的心互耶稣的应允吸引，伊讲：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，得甲真丰盛。或者明白，物质的散车也是不有，毋是丰盛生命的根据。心内才是丰盛生命的决战场。勉强的丰盛袂来，无的也丰盛袂来。守规条矩矩，袂犯错，也丰盛袂来。今日的经文提醒咱，圣殿有遮侪项的摆设，毋仅有因特定的功用，也体现上帝的丰盛。丰盛是基督的应允，那安尼，现在就向前去领取。默想，检视家己的想法。丰盛的满足和
亏欠的焦虑倒一种较济。检视家己的想法，丰盛的满足和亏欠的焦虑倒一种较济。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我深深互你的丰盛吸引，我相信你的丰盛袂互我的有限困住。你有百般的方法，百般的资源，通调兵遣将。恳求主帮助我活出丰盛的生命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